Xbloom 對我哋 roastery 好有幫助。多數我哋烘焙師都會用杯測嘅方式去測試風味，但客人收到咖啡之後都唔會用杯測嘅方法去飲用咖啡，佢哋多數會以手沖嘅方式。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，我哋每一次烘焙完咖啡之後，都會用 Xbloom 去模擬手沖，確保我哋嘅手沖情況底下都能夠達至到我哋嘅要求。Xbloom 嘅好處就係佢自帶磨豆功能，又可以慳到人手，撳兩個掣就可以自動沖煮。再加上 Xbloom 有個 App 可以迎合自己嘅沖煮喜好，設定沖煮嘅方案，例如水溫、流速同埋用幾多轉水，去配合唔同嘅咖啡豆同埋佢嘅烘焙度。值得一提嘅係出展會同埋市集嘅時候，一定唔少得 Xbloom，因為佢體積細、沖煮穩定，又幫到我哋慳到人手，等我哋可以多啲時間同客人溝通同埋介紹我哋嘅產品。